各位镜头仔，欢迎收看今日9月初2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节目开始，咱来关心一个上新的消息，这是民间买的关乎咱政府的飞水 BNT 2号车，头一批伫早起7点，头拄已经送到咱台湾。头一批加强估93万2000吨，早起7点的时送到桃园机场。卫福部长陈时中、台积电资产基金会的董事长张淑芬，还有资产基金会的执行长甘朴文，拢有亲身去接机。编号 CV7962的班机慢慢降落伫咧桃园国际机场。这台班机随意下昼自卢森堡起飞，中午伫咧亚塞拜然巴库暂停。台湾的时间随意晚11点不再起飞来台湾，随后早起7点顺利载着国内第一批95万剂辉瑞 BNT 疫苗到台湾。我要代表卫福部向我们的企业从台积电、鸿海到慈济。还是要讲说，我还讲说感谢、感谢再感谢，谢谢大家。指挥官陈时中、台积电资产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还有资济代表等人拢到场接机，迎接这批意义重大疫苗。本来是初一晚要到台湾的疫苗，因为班机下午10点钟，改做初二早起到。因为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昨晚也搁伫咧隔离，所以特别委托伊的表姐张淑芬代表接机。从民间机构评估开始要赠予的时候，到今天疫苗的到来，这中间有许许多多的不容易。首先要感谢台积电及鸿海暨永龄基金会2位可敬的伙伴，坚韧不拔的努力之下，才可以有这个成就。那也要感谢政府各级单位的协助。这批疫苗赶快要经过食药署检验防检，审查时间按算是2礼拜，上近9月中开始做。指挥中心目前已经宣布，这批 BNT 疫苗到货了，除了提供给12到17岁学生做测试，也会开放给18到22岁有登记意愿也未做过有风险的少年人优先做。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内昨天是新增加一个本土病例，也有5个大病入境的案例，还有1个人死亡。另外，国内嘛出现头一个技术做过2档 AZ2风烧了后嘛是确诊，而且是去为着 Delta 这款变种病毒。所以疫情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9月15开始，机组人员入境的检疫措施会搁变搁较严格。国内新冠疫情确例已经连续6天，本土的病例数降到9位数。9月初1新增加病例数是6例，其中本土1例。关岛长境外移入的确诊数变较多，有5例，分别是来自阿拉伯联合大公国2例，奈及利亚、尼加拉瓜甲美国各1例。另外新增加1名死亡的个案。指挥官陈时中公布确诊个案1606中央航空的机师鼻毒菌定数。检查我们基因的定序是 Delta 匡列的人员的采检26例阴性的，这26例里面有12例列在居家隔离，那有14例列在自主健康管理。这个50多岁技师8月27对美国的芝加哥返来台湾，6月8日就注射2剂 AZ 疫苗，而且注射了后满14天也是去为着这病毒，而且验出来是 Delta 病毒株，成为国内头一个技师突破性的感染。指挥中心宣布，对9月150时开始，会实施更加严格检疫的规定。就算做过2剂疫苗，也要先特殊检疫5天 ，PCR 采检阴性才有法度出来，并且要进行9天的加强自主的健康管理。检疫的规定更加严格，防护力都是下降的。只打1剂，原则上是确实是不足的了哈。那即使打2剂，大家也是看到还是会有这个突破性感染的现象出现嘛。另外，指挥中心表示，第7轮的 AZ 疫苗注射除了增开有效的对象，也延长注射时程。对象是也未注射过疫苗23岁到28岁民众，开放有效是初3早起10点到初4下晡6点为止。延长这个注射时程是初9到12为止，会看疫苗供应的期程来调整场次。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疫情指挥中心嘛表示，到8月25为止，咱国内是出现51件以风车注射了后产生血角脱过路的案例，其中有48例是注 AZ 的预防射。伫家人就有1个查甫人7月19注 AZ 预防射了后，因为出现血角脱过路，赶紧送去家护病房，家在有救回来，验过医疗费用真惊人，伊无再调纳，所以即嘛出面找帮助。对，现在就是他不能走路而已。
家人一个53岁占先生，也咧普通病房做治疗。伊7月19甲因牵的做完 AZ 疫苗10天了后，骹手麻碎去病院割急诊，病院讲是有血角的关系，后来佫出现气裂气无法度喘气，送去加护病房，到 ECMO 抢救9天才移除。遮尔大的医疗负担，互因牵手是记载袂掉，所以召开记者会，希望政府斗3天。我还跟我儿子讲，你先不要打。因为我承受不起第二个，你知道吗？因牵手怨叹讲，这个期间敢若收到疾管署寄来的批，甲因讲卫生医疗单位伫8月初4通报疫苗不良事件，也若经济负担的部分，基隆市卫生局表示已经协助家属申请药害救济，嘛有甲因关心。另外，真理大学的教授兼人文学院院长陈启文7月20嘛捌注过 AZ 疫苗，30伫台南玉井雄死亡。警方表示，初步相验的结果，死亡的原因是心肌梗塞。针对这点，家属是无其他的意见。目前已经把遗体领倒转去，准备要办后事。也若根据国内疫苗不良反应通报的资料显示，最近这1礼拜，血角合并血小板问题患者人数是比顶礼拜加30例。那到8月25号的时候，国内总共通报接获了51件的疑似这个 TTS， 那其中是已经有17案，就是专家会议已经审议通过确认哈。那48件是接种 AZ 疫苗。进前桃园一个44岁姓温的男性，8月23注高端疫苗，2天了后雄死亡。指挥中心顶一日公告死亡的原因是冠状动脉硬化性的心脏病合并心脏脱气，不过家属无法度接受这个结果。是不是没有打？虽然是有慢性疾病，但是人是不是都还好好的在？这个姓温的男性因家属讲，政府伫互民众注高端疫苗进前，都要说明互清楚，若有慢性病注疫苗可能会造成的风险。针对这点，桃园市社会局表示，会请卫生局或者是相关的局处研究后续处理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伫今年5月中，台北的艋舺发生地管的群聚感染。即马台北市政府、台北医学大学甲台大的公卫学院拍算合作，针对艋舺这所在民众做血清抗体研究。这项计划嘛已经得到卫福部也个人体试验伦理委员会同意。台北市政府是表示，会锁定艋舺，是因为这个所在感染人数较侪，嘛希望这个研究成果对咱国家防疫会当有帮助。 5月中，台北市艋舺区的地势爆发互相烧话，拖到上报，真做疫情的重灾区。艋舺一度被列做热区。台北市政府会甲台北医学大学、台大公卫学院合作，伫艋舺执行血清抗体研究。预计受案的人数大约是6000人，追踪6个月。7月22日得到卫福部疾管署同意，8月31日也通过人体试验伦理委员会审查。如果他在那个地方感染很少的话呢？ 不容易得到有效的统计数字，所以不可讳言的哈，万华的确是感染数比较多。将来真的要打第3剂的时候呢，哈，到底是多久以后才需要打？这个都很多数据。台北市血清抗体研究会对着台湾新冠肺炎误拍的死亡率来找出社区中隐藏的乌素。研究感染过、注过疫苗了后的抗体变化情形，会用照出来看一下，调查是毋是有破空。上主要也是要了解什么时阵会使注射第3剂疫苗。6个月的研究期间中，我们可以知道这样子的变化。这个其实可以作为一个很精确的数字，让我们知道我们需不需要再追加第3剂，或者是我们在疫调的这个作为上面有没有什么还可以精进的部分。到底参加研究的台大公卫学院院长詹仲权坦白讲，受案的人数6000人也是伤少，人数甲区域所在拢要来增加。像英国现在。 大概每天就收他们大概6、7万人在持续在做这个血清抗体，那6000多人还不算多。了解全国的一些状况，我觉得还要更大规模。詹仲权表示，世界各国拢在推动血清抗体研究，拢在进行中。除了找乌素，也追踪疫苗效果，甚至未来第3剂疫苗是不是应该爱注，拢会是重要参考依据。记者综合报道。 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明仔载2天，因为太平洋高压减弱，天气会较无稳定。咱做伙看分图。对于暗时到透早伫西半部还佫偏乌，会落短暂阵雨。若日时的时是东南部、恒春半岛嘛有短暂阵雨。过昼了后会落西北雨，而且落西北雨的机会会较侪，所在嘛会较快，时间会较长，雨嘛会较粗，而且有机会会弹雷公。尤其是伫中南部各地头的山区，拢爱细致强降雨。虽讲中南部会落大雨，也毋过即马嘛伫要进入大水期。
水嘛是爱欠啊用。今日各地无落雨的时，会是高温烧热、较偶有热的天气，高温大概是32度至35度。过到了后，紫外线指数嘛较悬，所以唔通晒着伤。乡亲爱会记得加啉水。甲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联合国家气候组织指出，过去50天气候变迁造成的天灾数量增加5倍，嘛造成超过200万人过身死亡，平均每天夺走115个人的性命，总算长金额差不多有新台票100条。来关心中国时报。受疫情影响，入墨潭的游客减真多，即嘛，互台湾高山即嘛是拢走出来，伫码头边热扫。也毋过入墨潭的管理处是认为讲，总共游客人数增加，安尼高点就会减少，所以嘛呼吁民众毋通甲吸，毋通甲伤害，嘛毋通甲饲。来关心自由时报，法务部提出3大反毒品的新策略。未来若是抓到25岁以下涉嫌毒品的人，拢爱体检600多种毒品，只要是抓到有食毒，就爱加验大麻、MMA、喵喵一粒棉这毒品。来关心高雄进前有抓到越南来的猪肉月饼，伫鸭内底有验出非洲猪济病毒。嘛抓到有民众伫网络买黑人水饺，内底嘛有验出病毒。阁有一个过来台湾的越南负责人，伊伫网络卖越南的月饼，让网出问题。而且这个月饼早就销去台南甲台中这所在。冰脆玻璃弄箱啊，内面全部拢空的。移民署高雄专勤队25号来到前镇区这间徛街所在，结果伫灶骹内面找到6粒的越南月饼。你月饼是跟谁订货的？这名越南籍何姓女子2年前过来台湾，透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卖伊买来的越南月饼，一粒160块，销量非常的好。现场只有剩6粒月饼要家己食，专勤队检验了后，结果月饼内面有非洲猪瘟的病毒，追查袂去倒位，除了伫高雄，阁销去台南、台中。分别在高雄、台南及台中等地，共查扣16颗越南月饼，计3.7公斤，多本账册、托运单及犯案手机等证物。本队将越南月饼全数送至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检验，结果竟验出非洲猪瘟病毒。另外，高雄警方嘛接到线报，查到一名伫烧腊店上班的越南籍2岁女子，对网络买来用面皮、黑人和猪肉做成的黑人水饺，经过动保处检验，嘛有非洲猪瘟的病毒。本市共查获送验有23件检体，其中有4件为非洲猪瘟阳性反应，其余19件为阴性。在此要特别呼吁民众切勿至国外走私、网购非不明来源的食品。进前高雄市已经查到荷叶包肉、猪肉是有非洲猪瘟的病毒，搁再查到黑人水饺和越南月饼嘛有，要继续扩大追查来源。记者李小吴交管高雄报道。因为猪肉制品内底验出非洲猪济病毒，所以对9月份开始，咱全台湾是禁止用品饲猪，要禁止1月日，要来阻挡非洲猪济拖到咱的饲猪场。昨昏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有专工去新竹巡视，嘛呼吁猪农千万要爱配合，因为一经出问题，咱规台湾会受牵连。穿规身躯防护衫裤，下底嘛得经过消毒，才使踏入去猪场内底。全国禁止用品饲猪的头一日，农委会主委陈吉仲来到新竹，呼吁猪农千万唔通用品来饲猪，若无非洲猪灾疫情失去控制，影响会真大。任何一场都不能沦陷，只要一场受非洲猪瘟的影响，全国就是非洲猪瘟的疫区，不止猪肉不能出口，可能整个价格、产销完全受影响。另外，针对这个月赛后喷水的处理方式，农委会讲会甲环保署讨论，甲每工1200瓦桶的喷水做适当的处理。因为它会流动到在各地，那如果野猫野狗那吃到了，也会可能影响到我们的畜牧场，所以我们是配合环保署，会把每天这样的一个事业废弃物的厨余，跟家庭收的废弃厨余送到环保单位指定的地点来一起把它处理。农委会提醒，对初一开始除了饲料补助，嘛有罚则。若是发现有猪农违反规定，依照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进行处罚，一定要做好防止非洲猪灾的工作。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
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1亿例，死亡人数是超过452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001例。中国有94000多例，香港超过12000例，日本是超过151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3900万例，印度是超过3200万例，巴西超过20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682万例，法国是超过683万例。来关心疫情拖袂煞，这是新型冠状病毒株又搁有新的变种。这是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伫今年正月，哥伦比亚有发现一款新的变种病毒株，叫做 Mu， 已经列作爱世纪的变异株，因为可能连预防下拢无效。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变种病毒株 B1621， 后名叫做 Mu， 根据研究 ，Mu 的一系列突变显示有免疫跳脱的特质，也有证据显示，伊是造成确诊数增加，或者是群组感染的主要原因。 The first one is dubbed Mu after the Greek letter. The variant was first detected in Colombia back in January 2021, and it has since been spotted in South American countries, but also in Europe. For now, this variant is only considered as being a variant of interest, so it's not the highest category. There's also mutations that could indicate that it could evade vaccines. 世卫甲目前感染的变种病毒分类，伫咧Mu进前，4个伫193个国家出现的变种病毒。 阿法、贝塔、伽马，也个伫咧170个国家出现的德尔塔列入高注意变异株。Mu目前伫咧全世界流行率无到0.1%，淹过伫哥伦比亚流行率是39%。伫咧全世界新增加确诊数一直增加的时阵，出现新的变种病毒，互人真关心。无注意预防下的人真危险。即马真侪所在拍算要做第3期追加疫苗。 世卫组织是无啥赞成。Some countries are now rolling out booster doses to fully vaccinated people, when million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have not even received their first dose. 谭德赛讲，至少伫咧9月底进前，先卖做追加疫苗，互进度较落后的国家先甲注射率扭起来。公司新闻吴文玲报道。镜头来泰国，泰国最近的疫情是大爆发。 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20万例，死亡人数嘛有11000人。真侪人是批评因的政府防疫无半步，所以在野党嘛第3届发起无信任投票，伫即个拜六被表决。泰国自4月初发生第3波疫情，7月中开始，每天增加上万人确诊，上百人死亡，引起民众不满。最近1个月常常有示威，要求总理帕拉育下台。ตอนนี้เป้าหมายที่เราต้องโฟกัสคือต้องบอกว่า 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วิกฤตโควิดเช่นนี้รัฐบาลประยุทธ์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รับมือได้อย่างแน่นอนนี่มันพิสูจน์มากว่า2 ปีแล้วเราเลยต้องการให้มีผู้นำคนใหม่ซึ่งประยุทธ์จันทร์โอชาต้องลาออกก่อนเพื่อจะได้มีผู้นำคนใหม่ครับ 即马伫咧国会为泰党甲前进党带头的在野联盟，摆伫对帕拉育甲5位国员发动无信任动议，开始4天的辩论，直至9月初是投票表决。辩论的第1天。 在野党批评政府疫苗采购加配送政策失误，主要拢依靠科兴加 AZ 疫苗，国禁止民间另外买更加侪疫苗，造成泰国疫苗无够，剥夺人民自预防下的权益。一个官员利用采买中国科兴疫苗图利，金额到20亿泰铢，换算代表是17亿。这么侪缺失显示，帕拉育根本无领导能力。ดังนั้นหากปล่อยให้พลเอกประยุทธ์จันทร์โอชา บริหารราชการแผ่นดินต่อไปจะทำให้ประชาชนติดเชื้อและเสียชีวิตมากขึ้นจนไม่สามารถที่จะหาสถานที่ชาปนกิจได้ทันและเพียงพอ 这是帕劳育政府2年来第3遍面对无信任投票，不过执政联盟伫咧国会有绝对多数，在野联盟希望伫咧辩论期间会让有更加侪执政联盟议员走票。 若是无信任案无法度过关，反对党也继续对疫苗采购贪污案。帕拉育拜3否认采买科兴疫苗有贪污，也同意接受调查。记者詹慧斌报道。
那以色列会当讲是全世界移封城速度最上紧的，因为伫1个月前，因就开始替老大人做第3档移封城，而且伫最近又搁开放12岁以上的学生囡仔会当注射。也毋过8月31，伫以色列国际一个确定病例，嘛有11000人，已经看起来是也未压落来。另外，巴西即马当地研究用抓毒来控制新型冠状病毒。为了防止新冠疫情拓开，各国加速疫苗注射比例。以色列全国有超过60成的民众已经完整注完2剂疫苗。各位7月30开始，予60岁以上的老大人注第3剂 BNT 疫苗，而且豆豆开放过年会去注射。最近因为特别结束休热，开始允准12岁以上的学童注射。So we went here with my wife to take the first shot of the vaccine today. Actually, as soon as it was open to us, we just took an appointment on the application and got here. What is important to us is get back to a kind of normal life. 以色列疫苗注射率悬个紧，也过研究发现，注 BNT 疫苗的人体内抗体每1个月会下降40%，无法度真有效的防范。8月31日一天的确诊人数就达到10947个人，创下一天的确诊新高，比正月18日10118例更加严重。而过去7天的确诊甲病死的平均数值，嘛是2月以来的新高。为了阻止病毒继续拖，巴西向以毒攻毒的方向来做试验，而且伫个国际分子科学杂志面顶发表研究显示，摩托辐射的抓毒内底有一款分子成分，会让予新冠病毒的脱生率降低75%。A gente conseguiu ver que os peptídeos eles não só inibiam o desenvolvimento do vírus in vitro, né, dentro da célula do modelo, mas também a gente conseguiu ver aqui em São Carlos que ela conseguia inibir uma das proteínas que é 这款分子特性就是抗菌，会当伫实验室内底做出来。目前研究人员嘛对无共剂量的分子做研究，看是毋是会当阻止病毒进入细胞。伫已经发出新的防疫药物进前，注疫苗永远是防止病毒的上有效手段。欧盟执行委员会伫30日宣布，目前欧盟内底有7成的成年人，等于是超过2亿5千万人，已经注射完整的2剂疫苗，达到年初设定的目标。只是数据嘛显示，依然有疫苗的贫富差距，部分国家像保加利亚、加罗马尼亚，依然也未达到这个目标。国际新闻台是唐炳益。南美洲的国家秘鲁最近这4天内就发生3件重大的交通意外。拜二的时，有一台巴士是弄到山壁，落入200公尺深的山谷，造成32个人死亡，20多人受伤。巴士并车条跋在山坎，车头弄猫，车挂规拢掀开。比如中南部的城市马图卡纳，当地时间拜二发生一件车祸意外，一台载着63位乘客巴士要去首都利马的半路，对山路滑落去坎卡。Luego recuerdo que dimos vueltas y vueltas y no sé, yo pensé que estaba en el carro, pero luego solamente estaba así como una piedra, estábamos ahí botados ahí. 被救起的人讲，因为叫司机驶较慢嘞，不过伊拢袂听，所以把司机弄到石头，爬落去200公尺深的山坎。这件意外造成至少32个人死亡，20几人受伤，死者内面包括2位这个人6岁甲3岁囡仔。当地警方讲，司机驶甲正凶，速度阁正紧，才会造成这件意外。这是秘鲁伫4天内发生的第3件重大交通意外。2天前，一台渡船伫咧亚马逊河，甲一台拖船相撞，造成至少22个人死亡。另礼拜五，一台载5矿工人的公车也伫山路滑落去坎卡，造成17个人死亡。秘鲁因为国内真侪山，常常发生公车跋在坎卡的意外，原因除了路的品质无好。驾驶超速、路标无清楚，也有执法无够力。公司新闻市反零报道。来关心阿富汗的局势，美军脱离阿富汗了后，塔利班20年后，佫重新掌控阿富汗的政权。也毋过因国内的经济、外交、人才拢有问题，要安怎安大百姓的惊吓是一大难挑战。而且 ISSK 不时佫会发动恐怖攻击，随时拢对塔利班造成威胁。美军全部脱离，民兵武装组织塔利班，经过20年了后，重新掌控阿富汗。不过，接落来爱面对的挑战，哪才等要开始。بیکاری بخیر زیاته ده خلک په تشویش کې دي نو که دوی کوشش وکړي چې د خلکو د کار موقع مساعده کړي او تعلیم او تربیه کار شروع شي خلک بې تعلیمه دي او کار ته نه دي تللي او بیکاره بېروزګاره ګرځي。塔利班伫人权方面不良的记录，
地区国际货币基金甲世界银行宣布暂停对阿富汗的资金援助甲贷款的计划。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20年国际援助的部分都占阿富汗全国 GDP 的43%。目前塔利班无法度摕到伫美国的阿富汗中央银行储备资产，公部门的员工领无薪水，加上战争甲天灾，国内目前食食嘛无够，恐惊会爆发规管人道主义的灾难。Please let the women to go to job, please do what you promise. 头一个面对面采访塔利班发言人的新闻女主播已经多忙去卡达。虽然塔利班2.0讲即前会采取温和的路线，包括尊重儿童甲女性的权利，不过不少人也是真怀疑因讲的话，对未来无确定性，互济医疗人员、工程师、甲受过教育等等的高人拢离开阿富汗。امارات اسلامی افغانستان به نمایندگی از ملت خود باز هم می‌خواهد که با تمام دنیا روابط حسنه داشته باشه، روابط قوی دیپلماتیک داشته باشه. در این زمره آمریکا هم آمده میتونه. ما می‌خواهیم با در آینده با آمریکا هم روابط خود را پس آهسته آهسته حسنه بسازیم از راه‌های دیپلماتیک. 各国伫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喀布尔的大使馆是拢关起来。阿富汗伫外交防孤立，就算塔利班一直甲中国、罗西亚、甲伊朗等等的国家联络，不过目前伫国际上也未承认因的政权的合法性。要安怎得到国际的认同，嘛是塔利班爱面对的问题。泰国国当地无用撤离的行动，喀布尔、喀布尔机场发生2件自杀式的炸弹攻击，讲代志是因做的 ISIS-K， 因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分支，甲塔利班同款是强硬逊尼派。不过，因认为讲塔利班甲美国签订和平协议，已經是反背教義。ISIS-K 的存在，袂輸是隨時就會爆炸的炸彈同款，和阿富汗的未來是無米兼閏月。公視新聞王碧文編譯。今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志？甲鄉親咱做伙來看世界。《華爾街日報》是引用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的講法，報講北韓是91批中國的科興預防射，數量大約有300萬ton。嘛講這預防射是應該送去疫情較食力的國家接着。來關心拉美地區胃病死亡的人數佔全世界的1/3。不過，其實美國甲加拿大大部分都已經做好預防射，顛倒是拉丁美洲甲加勒比海地區有超過70%的人攏無通做，也佫欠5億外ton預防射。來關心歐洲議會外交委員會投票通過歐盟台灣政治關係甲合作報告，煩惱中國的軍事威脅，所以嘛建議歐盟的經貿辦事處要改名叫做歐盟駐台灣辦事處。鏡頭過轉來，咱過來關心海巡警員伫8月31日，這禮拜二的時，伫宜蘭的南澳新北海沙堡做教育訓練，有收到通知講，附近有一台輕型的卡車兵車在等待救援。18學員甲教練隨趕去救，加載人濟，敢若用3分鐘爾就完成救援的任務。會中一台車並起4民眾掉在內邊，這拄好是出海口最正錯樓，還有到腰這麼深。救援人員先把車身固定，才開始救人。不過救援隊的人若這麼多，原來是拄好佇咧附近接受訓練海巡的學員。本分署在宜蘭南澳神秘沙灘進行 ATV 救援沙灘車教育訓練時，接到附近民眾通知有輛皮卡車輛翻覆在南澳溪出海口，本分署學員立即趕往現場。15位金門馬祖平湖分署的現職人員，正佇咧做教育訓練，拄好接到通報，趕去現場救人。大家一個線一個接力，把人救出來。學員立即展現平時的訓練有素的默契，眾人合力串接，將受困4名民眾平安救援上來，過程約3分鐘。只可能用3分鐘就把所有人攏救出來，攏靠大家合作。拄則上課第1天就拄到救援事件，也真濟這群學員上課過程正特別的回憶。記者綜合報道。再加鄉親，咱做伙關心咱國內的本土病例數。昨昏咱的本土病例有新增加1例，目前咱台灣的本土病例計共14528例。咱來看佇各縣市的分佈。目前咱台灣的病例數超過4000例以上的縣市有新北市，佇新北市是6888例。也有台北市，台北市是4856例，超過200例以上的縣市，佇桃園是794例，苗栗549例，基隆316例，彰化274例，台中有207例。目前咱全台灣的本土病例加上境外病例，計共16001例。
本土病例部分是占14528例，这个统计是疾管署上新的数字。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伫台中有一间海产档，内底有人咧食饭，因为港地岛坐伤晚，转去互卫生局的稽查人员罚这间店3000块。因为海产档菜捧出来了后，原本坐甲开的人客就会挖过来斗阵食。那这款情形到底是爱罚店家，还是罚民众嘛？引起讨论。一般炒菜上桌，疫情管制降级了后，未少民众选择店内用餐。不过顶个月13，台中北屯这间店有一家伙仔来用餐，10个人坐，桌啊，敢若3个人坐。拄到卫生局稽查人员到现场，伊无落实梅花座还是假帮，当场罚业者。规过程拢互店内监视器翕来。不过安尼方法，业者感觉真无奈。上菜的时候，他们就可能就靠在一起吃了。刚好那个防疫人员的来检查，讲恁遐安尼袂使坐收碗。我讲我都没法做啊呢，搁坐收碗也袂使咩？应该也要隔一个距离这样啦，爱就开落来了，开单安尼啦。一般餐饮若是西式套餐，还是中式个人火锅，业者较紧用假帮还是梅花座来做防疫规划。不过中式合菜圆桌啊，若讲较歹使用假帮，伊也嘛毋是固定的。台中无依照中央的指引，和一家伙仔共同用餐，引起议论。这个对店家而言，确实是有一点点，就是比较吃亏一点点，因为其实店家也是按照所谓的政府的防疫指引的规定去做遵循。我觉得，罚店家不罚顾客，我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公平这样子啊。餐饮业有义务要提供，例如人数的控管、梅花座、同桌的人要保持安全距离，但是进入消费的民众一样要遵守相关的防疫措施。所以我们会视今天违反这个防疫措施到底是民众还是餐饮业来作为具体处罚的依据。台中市政府认定业者无用假帮甲梅花座扭开1.5公尺的安全用餐距离，开出3000块的罚单。业者表示真无奈接受裁罚。因为万一若是罚到民众，自家去唔来交关，最后损失也是头家。不过市政府认定的标准无同，可能也无法度互民众无话讲。记者综合报道。生活消息来关心，疫情影响咱的生活，真侪劳工咧休无薪假，即马休无薪假的民众又搁增加。主要是因为旅行社即马并无交通部的纾困啊，所以开始要求员工休无薪假，转向劳动部通报8000多人。目前咱国内大约有4800多间公司，58000多人咧休无薪假，这嘛是从疫情爆发到哪上济新冠。往澎湖旅客请由12号登机门。国内疫情转好，松山机场国内线飞离岛澎湖的航班，为8月底下1月假日到9月初平常时啊，拢出现客满情形。民众把握休热上尾的时阵享受海沙堡海景，未少旅行社嘛趁机会杀套装行程。不过目前航班开的是无偌济，游览车阁有每车20人的人数限制。旅行社也是辛苦的经营，敢若希望卖倒去。我们还有基本的水电啊、房租等等的开销，大概啦，像我们这样类型的，大概都1个月都还是要付到20-30万。交通部的纾困已经结束啊！这间伫上港路的旅行社，今年8月改实施减班休困，用老本来给付员工的基本薪水，村内的薪资差额由劳动部来补贴。类似这种的情形的旅行社真侪，所以劳动部公布减班休困的企业，先关到4822间。劳工人数58731人，经数是创金融危机以来的新高，人数是创下5月本土疫情爆发到即马最高点。这次的话，其实有比较增加明显的是在资源服务业，那这个业别里面最多的大概就是旅行社。交通部之前有一个纾困专案，到大概7月结束，那这段期间的话，大概8月以后，这段期间就增加的比较明显。我们目前的话，因为配合中天在出发，所以呢，它有配合减班工时的部分，所以大概上班的时数就是以一半为主，所以对我们来讲，目前也是一半分流，一半居家上班。劳动部指出，餐饮大数虽然占这礼拜减班休困的4成2，不过高峰期已经过啊。目前是旅行社所属的资源服务业新增加上济。旅行业者是讲，游览车载客量限制呢，这个无放令。今年呢，政府阁无推出安心旅游方案，所来可能爱搁裁员来缩减掉人数开销。记者综合报道。
疫情等候刷落来要开始拼经济，所以行政院有规划进行5倍券。各部会嘛，亲像去年同款有推出家己的好康。不过，民进党立委是表示讲，教育部的董事券今年本的份额是比去年还佫较少，引起批评。那文化部的艺放券，追望同款是600块，不过去年275份，今年是有增加到300万份。疫情降温，各行业拢担要做生意。行政院规划振兴5倍券，按算10月开始用。各部会嘛推出加码方案，希望协助各产业。民进党真侪立委早起联合召开记者会，盘点加码券，发现教育部的动资券去年发400万份，今年到发200万份。每一张拢是500块，是去年嘛有的加码券4种内底总金额减少上侪。动资券的部分要加油加油加油，真的砍了太多了。安心旅游合拨的金额去年是94.3亿，那今年用国旅券只有20亿，120万份。一份是1000元，总共是20亿，这个真的要交通部再去做一个思考跟滚动式的检讨。文化部艺方券去年发275万份，今年提悬到300万份，每一张共款是600块。客委会客庄券去年发28万份，每一份是800块，今年增加到40万份，但是每一张煞减少金额到500块。农委会农友券去年发500万份，今年甲明年会以2阶段发，总共是146万份。纾困再加码，务工有办法。后疫情时代，阁有未少项要求爱有条件开放的行业，想要完全复业，煞一直等袂到，才会当忙纾困，帮助因渡过难关。纾困的预算即马460几亿，已经规划98%左右啦，所以剩的钱嘛无济。那必要的话，咱是先替因想办法嘛。第一，当然想办法互因复工。在纾困的加码的部分，目前经济部这边也在规划当中。好，那后续的话，我们会依行政院的指示来办理。真侪立委呼吁行政院应该爱继续来盘点资源，推出纾困5.0，把钱开伫应该爱开的所在，好受到真严重冲击的行业会当得到纾困的资源。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迄段大车拼来看，昨昏总统府有够热烈的开 party， 因为咱台湾选手伫东京奥运摕到有史以来上好的成绩。昨昏总统府内底有举办台湾英雄凯旋 party， 总统蔡英文嘛有甲选手教练裁判才人见面。总统是表示，培养体育选手的黄金计划，政府会一直做落去。东京奥运了后，咱国代表团头一摆合体，要到总统府觐见总统蔡英文。选手坐着列车到位，行伫总统府头前的红地毯，敢若亲像星光大道。就算无民众伫拍破欢呼，看到两边的 LED， 虽然民众的加油甲祝福，及时的信息只有感谢。希望可以继续努力，也谢谢你们的支持。还是很感动，因为毕竟替台湾还有国家参加5届奥运会，那。其实我觉得回到家还是真的感到非常温暖，因为毕竟自己20几年来都一直在国外比赛，那还是回到台湾，还是一个感觉，就是回家真好。大部分的国手参加过2017台北世大运，也是2018雅加达亚运，不是头一摆来总统府。不过这摆台湾英雄胜利倒来宴会气氛比以往轻松真多，开场也找来去年金曲奖的得主，阮厝边的歌手阿宝现场来演唱 Thank You。也过线啦，行政院长甲副总统以及总统来致辞，选手就算面上有笑容，又搁倒来到专心听讲模式。蔡总统是一一讲到这摆奥运选手的表现，也搁在疫情之下安怎来振奋人心，也讲这个黄金计划会继续落去。迈向2024的巴黎奥运，黄金计划将会持续下去，国训中心也会继续升级。对于选手跟后勤团队的支持，我们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亚洲练女神高雄纯代表上台致辞时，想到征战奥运的时阵，也忍袂了后甜。在这里也要谢谢所有的选手，就是非常无所畏惧的站上奥运的舞台，用非常拼的那种拼劲，带给大家在疫情之下可以有那么多的力量跟希望，然后也辛苦你们了。咱国代表队以2金4银6铜写下参赛以来上好成绩，安怎卖互东奥只是一时的，互更加多人来关心重视体育。也就连女神讲，希望大家继续来支持选手，互咱的选手啥物拢唔惊，徛上舞台，互世界看到台湾。记者综合报道。
2022年要举办冬季奥运，即马为着要争取资格赛参加比赛资格，选手嘛开始咧准备。来看咱台湾11个查某初赛帮的选手林兴荣，虽讲伊伫咱台湾无落赛，所以无练习要场地，也毋过伊是长期伫国外参加训练，而且参加大小小国际比赛。透过运动科学的训练，希望嘛会当有机会来拼出牌。一个冰车顶员向前棍速度减10招，台湾史上第一位掘进世界杯冰车比赛，搁伫2019年得到亚洲冰车锦标赛金牌。林兴荣甲即马依然在练习，征战国际大赛赛事。我的战友原本从4个，好像有史以来最多，然后变成就是剩我跟我学长2位。那这些东西都是对我来说，或是对台湾来说，都是一个很新的东西。10月中旬就是要准备出去比积分赛，12月多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我到底有没有机会。伫雪类运动资源相对欠缺的台湾，林兴荣一直坚持训练，希望争取2022年冬季奥运资格赛的参赛资格。即马搁加入大脑神经回馈训练，希望能帮助家己达到训练上好的模式，补强环境受限的情形。我们这个运动其实是很需要心理素质非常强大的选手，但是基本上台湾或是我的环境并没有提供这样的服务，会对我非常的有帮助。那穿戴完成之后呢，我们就会开始脑波的录制。伫脑波期，训练师为选手讲解课程内容，搁做脑波分析。这套大脑神经回馈训练，伫欧美国家运动圈已经真流行。不过，台湾到最近这几年才有业者引进相关的技术。每个人可能在脑区的运作都会不一样，对，那我们就是把这些过高过低的地方调回到一个稳定的状态，达到某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会给予一个回馈。那这个回馈的话，可以是声音，可以是画面。比如说，有些人是比较关注在自己的呼吸，或者是想象自己成功的画面。以运动员来讲，伫体力甲技术以外，抗压、耐压性也相当的重要。经过脑波分析，能看出不同烦恼区和身体反馈，帅气要训练选手维持大脑稳定，进一步提升比赛时阵的表现能力。相关训练技术除了运动选手以外，也适用伫困眠品质、情绪调节这领域。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感觉来看，未少少年家介意啉手切茶，也毋过乡亲敢捌看过手切茶杯仔写台语。这是有亚洲大学的学生囡仔结头壳，想要甲台语、台文小解互少年家，因全设计这作品。伊嘛望讲有一天有企业会当使用这作品，而且互母语有少年开，讲台语长时间。一杯一杯的手切茶，爱声好料的拢有，往来澳摇、山野青、甲雪拉柑，顶头有台文字、罗马拼音、台语注音。不过这还无够看，杯身竟然还够有这。有香烟龟，无晓念的扫这小小的 QR code 就通学，而且佫有造句。乖孙呢，这毋是白啊，这是香烟龟。有想合作的手无？毋过，遮尔深色的饮料有钱也无得买，因为这其实是亚洲大学视觉传达设计系大学生今年的毕业作品。大学生若是家己佫想要学台语，但是家庭有可能拢是无讲台语，安尼要安怎会使家己学习？阮伫网络面就找着讲，原来有台语注音这种物件，其实迄比罗马拼音是较简单，会使直接看，就亮出来台语安尼。我们的插画通常都会结合一些酷手的东西，就是让年轻人感到有趣，可是又跟台湾的民俗有关系的。创作团队5位学生以语言学家吴秀丽各台对照外用书店出发，45个注音分别以蓝色甲白色的杯仔甲大纸来分别，蓝就是侪人拢知影的波波猫，那白就是台语的专用符号。这几档有真悬的比例，就是讲搁较侪这个20岁、23岁这样的注意咱家己的这个台湾土地在地语言，带动台语学习。袂歹啦。近期嘛有参加过足侪比赛，像迄美国的 ADC 设计奖，阮嘛有得奖，所以阮嘛希望讲，若是有人愿意甲阮合作，其实阮拢有足大意愿，
真正想要把迄台语注音这个物件推广出去。团队前后的设计，对画台湾属机的插图、到红阿飘、杯仔珠，还有设计装饮料的碟仔，用半年时间完成，也入围国内出名的设计大奖。因也望台语生活化的理念，会当透过艺术加时间的设计继续传。记者阿明金林、学凯台北报道。咱台湾4颗链灯拢是海。2021年台湾海洋文化影展伫昨开幕，到11月底，加强固伫11馆区要巡回放送40出甲海洋有关系的电影，帮助民众会当更加了解海洋的文化。其中开幕的影片《平安菇》是伫全世界头一摆播送，希望透过影片，要互人了解海洋文化对咱的影响甲意义。细只海龟飞向大海，一波海影拍过来就随后降去。这是台湾海洋文化影展开幕片《平安菇》的影像。公司导演郭金元记录国内平湖绑安、红头树、小琉球加国外马来西亚、日本总共5个海龟生态丰富的所在。除了生态，嘛记录人甲海龟为过去到现在互动的改变。早期的迄个民间信仰吼，有真侪人会去拜迄个海龟啊，甲海龟祈求会当赐予迄个平安啊，带来财富。啊，但是这几年哦，阮有看到讲有真侪人反倒会去帮海龟祈求吼，会当为海龟保育，啊，搁想来会当希望海龟会当平安倒转去。哦，这几十年来哈，已经有一个价值的反转啊，所以讲这故事就是要讲这正珍贵的迄个部分啊。文化部主办的2021台湾海洋文化影展9月初1开幕，这是台湾头一摆以海洋文化做主题的影展。文化部长李英德讲，相信透过影像，会使互大家对海洋的认识更加深入。过去啊，就是封闭的。所以我们对海洋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海洋文化教育最后的一个目的呢，就是让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呢都能够了解海洋那么亲近海洋，进而去爱护海洋，那么跟海洋共生。2021台湾海洋文化影展有40出海洋相关的国内外电影参展，为9月开始到11月底，巡回10个馆区，其中还有甲各地独立册店合作，举办讨论会等活动，希望大家有更加多认捌海洋的机会。记者郭宝君、张随台北报道。在镜头来去南韩的国会通过电信商业法修法，要禁止 Apple 也个 Google 这些大公司。强制 APP 的开发业者使用因兜的支付系统是不合理的，因为认为安尼支付系统会互因高占规划旁去。另外，伫韩国嘛有通过医疗法的修法，讲未来伫病院的手术房一定爱到监视器，要来保护医生甲病人的权益。 법률안 대안은 가결되었음을 선포합니다. 韩国国会8月3日通过修法，禁止主要 App 商店营运商，亲像 Google 加苹果，强制软体开发者使用因公司的支付系统，会有效来阻止营运商向开发者收取另外佣金，全盘来操控行动支付市场。 苹果公司甲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这科技大公司，因为要求软体开发者爱使用因的支付系统，并且以此收上悬30%佣金，引发全球批评的声音。这摆韩国修改电气通信事业法是头一个通过这类的立法，向科技大公司开导的主要经济体。这个修法伊个被称作反 Google 法。 188位出席的议员，以180人赞成，无人反对，8人弃权，压倒性来通过这修法。除了通信的法规，为了因应现代社会医疗纠纷定发生，韩国国会8月3日也表决通过医疗法修正案，规定病院的手术室必须安装监控的设备。不过，一个翕手术的画面，爱伫个司法机构的要求，也是医病的双方同意之下，才使来调看。 这摆是安怎会来修法？是因为在2016年，一个男性的大学生全大西，伫首年一间美容整形的诊所接受手术了后大失血，昏迷49天了后不幸死亡。后来发现实际为开刀的医师根本就无这执照，也就是俗称的幽灵手术。加在当时有监控画面还原这真相。 의사로서 지금 현재 한국에서는 수술실 CCTV가 반드시 필요한 시점이다. 그 수술실 CCTV를 통해서 유령 수술, 무단장기 적출 수술, 각종 성추행, 성폭행 이런 범죄들을 막을 수도 있고, 그리고 어처구니 없는 상황에서 벌어지는 그런 의료 사고들 또 상당히 많이 막을 수 있다.
这项修法遭到大韩艺术协会反对，认为破坏对医师的信任，妨害病人的私密权，也让医师唔敢冒险执行救命手术。不过国会最后意愿以135人赞成、24人反对、24人弃权通过法案。正做已经开发国家的首例，法案颁布了后会有2年的宽限期。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疫情等候了后，法国巴黎即马有推出新的旅游行程来拼观光。有一款车会使驶伫路边，嘛当驶去水里。伫凯旋门还有埃菲尔铁塔看煞了后，会直接驶入去塞纳河，随便做游船。巴士在车驶入去水底时，唔知影头唔知影尾的人，过掠准讲司机来安尼驶车，会惊甲叽叽叫。一台看来普通的巴士沿路直直向水内底冲，落水激起水影，乘客忍袂住大叫。不过免紧张，这毋是车对河意外，是法国巴黎上新推出的水陆两栖巴士。C'est quelque chose qui est un peu bizarre. Mais sinon, c'est pas du tout comme les autres bateaux ou comme les autres bus. 法国巴黎亚公司最近推出全新旅游行程，坐水陆两栖巴士游巴黎。这项行程上大特色是巴士游览凯旋门、埃菲尔铁塔这景点了后，就直接冲入去塞纳河航行20分钟。I just thought it was like cool how we got to go in the water, and it was kind of unlike anything else we've done in Paris so far. So it was a lot of fun. È stato molto diverso dal solito, però è stato molto bello. 其实水陆两栖巴士大部分是军用海上突击艇改装。巴黎亚公司的巴士是全新设计，今年7月才推出。业者表示，这是第一款得到许可证，用伫巴黎道路甲水道运送乘客两用车。Voilà, donc là vous pouvez voir, il a un avant en forme de proue de bateau pour lui permettre d'avancer dans l'eau plus facilement que si c'était un avant de bus trop carré qui le freinerait. Voilà, ici on a l'échelle d'embarquement qui nous permet donc de faire monter les passagers, parce que la particularité par rapport aux autocars classiques, c'est qu'on a un sol particulièrement haut pour être vraiment le plus éloigné possible de l'eau pour des questions de sécurité. 这巴士还佫有一项特点，落水时阵车辆袂收起，留伫水中有导航作用。这行程1点钟45分，大人票价35欧元，差不多新台币1150块。目前已经真侪游客来试看卖，10月进前的车票已经全部卖了。公视新闻徐焕玲编译。天气报道在来关心，这两天天气较无稳定，各地过度了后会落西北雨，雨嘛较粗，有机会会弹雷公。中南部爱说2度大雨，若无落雨的时，各地头是高温烧热。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26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南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加25度，上悬37度；外岛的温度是26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将请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